给他讲到吼，其实吼青岛嘅考场哦，唔多嘅饲料也好啊，还有狗医生、狗医生就是宠物饲料要做的，还有大姑啊，哦，你看给老给沙琪给夫东呀青岛，哦，你看我刚才看到像是耶诞节黑毛，耶诞节也有青草爱咯，过年也有八过年没有，中秋节当过没有哈，中秋节没有，半夜班呐，系啊，真有啊，太大家吃都得有一种过节的气氛，有。好，不过还可以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情，就会讲，其实黑讲整体无法度照顾哦，佢都按用嘅专业嘅地方有时间哦，黑讲做得吼，搭礼拜都可以看无下幾年，按用才做得嘅，錯啊，有發通嘅時節，大家向下來參加，也係輕鬆了，按用就最歡喜。係啊，我哋都差唔多半年一擺，年中跟年尾哈，我有家屬座談會，家屬嘅座談會，有乜嘅事情隨時講，到家你要提出來，我哋嘅建議，要感謝我哋嘅全部會講。今日問題哦，給挑戰一下來考試，咁啊，家屬提出嘅問題對你來講係很特別的，很特別啊。其實講乜嘅，點講？老家有啲人會講愛嘅意思，露台嘅意思，美人嘅意思，愛老阿妹互動。冇老咩人講樣，我哋做邊咩咯？要按到嘅邊咩嘛？因為冇下嘅人可能有些是小家庭，有一些也係青島人嘅。有啲心口講，我表達對我婆婆嘅意思，我自家出錢，是本佢哋啲，哎呀，有啊有心口呢，係啊，情感通人啊，有啲心口俾我樣樣講，樣樣好過，你都咩當然咩要賺錢讓我照顧人嗬，有啲心口啊，唔需要賺錢讓我照顧人嗬，冇按夾死咯。哎呦，有啲咩冇有足夠量嘅，係，故說較正面啲嘅有，錯較唔好嘅情緒嘅也有，不過不管用嘅也係無度嘅事情，睇下青島冇強，青島是我知道正面嘅有好嘅青太部分啦，係啦。就是我現實的問題沒有顧啦，就係咁樣啊。有的咩一甘心啊，唔放棄。最近咩有隻，而且佢都有精神問題，年代都愛上銀行上班嘅人，精神問題，也係到康復中心，佢哋照顧佢咩？常常都拿去買嘅乜嘅，如果一看嘅化妝品咧，買嚟佢咩保養啊，和沐浴當多乾，然後見掂，叫師傅見。要見啲，看到咩當感情啦，係啦，佢係親孝順咁，即係向我知道講孝順咯，孝留順兩隻字嗬，係啊，咁樣去做，要孝敬，也順義，尊老人家嘅意思，故所也係看到青島無窮人生嘅故事，形形色色，知道，我看。就像一個沙菲樣小型的縮影樣嘅啦，一種人做也按到你嘅感想係冇，一種人生咩樣講嗬，跟住即家按到人下來你嘅感想。我即刻想到講，哦，你隻螺絲哦，冇講叫人誒冇關係咯，誒做上哦上好啦，係咪樣個準備哦，哦係誒做阿婆嚟講，跟住同人來講嘛。係啊，係啊，從頭未見過。係啊，我知道樣個重要啦，我知道來到應用嘅發展啊，都冇去干涉。跟應用嘅同人來講，我講我喺邊應用嘅啊，我喺邊時間啊，我用個冇輕輕鏘鏘應用嘅啊，我會討論啦。你講誒，我特別我出國要旅行呀，我東西邊咧仲要等於講，誒，做危機意識，先處理，冇講咁乜排泄講樣嘅啊，情況啊，佢講有錢一發通常係會來，要處理分析了了，係咪做阿婆？有錢講，得損你咪話阿婆錯啊，冇錢是看200塊冇得看的。故說哦，還聽有些錢當做對咯，冇話講基本嘅啦，基本嘅。其實也係大家人冇強嘅觀念啦，冇法度去控制，也冇法度去改變，就看你自家。身體啊，從後生照顧好啦。我親感覺講，我適生人嘅方式嗬，我冇一定要留錢買個本錢，我係身體健康，其實就都上動態工廠嘅從唔是的照顧啦。
我知道讲观众朋友要享用，他讲要享用，第二点事情爱笑，哎，我安样做夫妻家，爱七家，爱七家，爱七家哈，就当然慢啦，嘛吃到啦，系啦，冇错。你想看那迄讲有请空天嘅身体，做地去行了了诶，去做啲字嘅就请很棒咧，吼，落去安尼爱用诶，哎，迄条学，哎，迄条做嘛条路，学人爱专才吼，海边落去动作啊。迄帮助伊咩要发吐，唔好讲哎呀，佢又唔愛，佢又唔愛，從行出去啊，行出去係啊嘛。做你真快樂啊，看起來就真快樂啊。係啊，我就知道哎呀，真好講嘢啊，係啊。唔過係我講到也真有意思嘅一個問題，我問一下嘅主人嗬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要照顧人嘅時節，你要知道講，更有經驗嘅人啊，你較放心要。我有嗰種較勉強嘅、較後生嘅，因為我聽講，你會知道講，嗰個按後生，佢沒有按用嘅同理心，佢唔點樣嚟照顧老人家，我有按嘅問題嘛？冇呀，我哋都照顧我哋嘅護士嚟講，佢至少有護理教育嗬，嘅基本嘅就合章嘅啦，嗬。照顧人員嚟講，咩有比上課過嘅，基本嘅有啦。不過不斷因為有課程。我哋嗬，我要同嘅太子講哦，其實佢啲都也係有老人家一開始去，因為大家人嘅記性無強用，佢可能會知道講，哇，佢要對個較後生嘅。真麻煩，唔希望真麻煩，一種講法清太上嘛。有的要咩我動多種啦，有的我想。就像我孫一樣，我按樣想哈，有的我找麻煩啊。因為我要讀到我現在一隻後生嘅，更加當22歲，20歲左右。佢講啊，做得幾啱好，因為全部麻煩。係啊，大擺都拉我一樣啊，拉我夾東西唔見得就拉我。夾老公唔見得要拉我，全部咁麻煩啊！所以我就安排佢上失智症的照顧課程。佢轉來哈哈大笑啊，就講我笑啊，佢就啲其實嘅引力，失智症嘅問題，你真係拉佢，冇做上班，大家都雞翅膀雞腿都看我枕頭下咩要，看我出頭咩要，所以樣做時講啊，佢做係個人嘅真題，就唔可以嚟計較啦，係啦，照顧到我知道專業重要啦，專業真重要。不過我哋嘅也係有青島嘅技巧。也係個無強嘅地方，其實係要青島嘅外籍看護嘅嘛，就係愛惜嘅青島我記得嚟幫我，台灣人都唔做人樣其實，我而家做咧，哎呦！唔過其實佢哋也係有受過真實嘅訓練，佢哋都有分兩種，有的佢多嘅咩做讀嘅喺護理學校嘅，有的冇，唔過夾喺來之前要上短期嘅訓練來，我出冇啦。冇啦，我都我呢度咧，我一本基本的樣做嘅方式哦，所以定期固定的課程，一年語嚟講，都唔同嘅咩，同到講緊嘢嚟，我用個做電腦嗬，跟自己用嘅我呢度就會上課，係啊，教佢哋波波開始啊，波開始啊，係啊，兩方啊，呢度有到轉去啊，然後有點到啊。就寫中文啊，賴本來就中文啊。唔會啊。波冇當我用咩？係啊，我呢度有位台大中文系嘅工作人員教啊。哦，係啊，你做門口場以後啊。係啊，我知道當家啦，進入情況。哦，講完嘢話，講台灣話咩做得講英文嘢做得。係啊，下班爭講嘢吧。下班爭講嘢吧。唔過其實簡單講起來，就會希望講大家看到安樣嘅人，其實無強嘅人係去請多年，係一種請一神奇嘅事情，我哋增加成敗地度一度嘅快樂嗬。唔過有一件事情嗬，我要同大家講哦，無論係講專業嘅護士也好，專業嘅照顧人員也好，其實希望講大家大家人都會學習一些照顧嘅能力。錯啊，也係較基本嘅知識，而可能唔係專業嘅護士，唔講而係愛點樣來照顧人。像看全民 CPR 學也愛多多事情，啲講叫佢讀到嘛，像係都一腳讀到。你有冇一腳讀到？係啊，啲脖子痛都有護理師
卡做去救人嘛，叫做平常的训练啊，你基本的动作都会做啊吼。我抽比样机要读到几啊摆，我做到当中你讲，你抽比样读到200啊300，系啊，只不过讲有讲做 CPR 嘛，系咯。古做伫比样机嘅，咁啊系嘛，讲有相关嘅嘢，系啊，都一个转来噶，都空中啊，跟后来都名古下降。叫做係嘛？哎，水班冇時時咪，哎呦，個你咪當我搖啊，都可以。我嘅團，我哋就是，加做實踐大學嘅院長帶我哋去美西啦，吼。醫生乜水苦個，你咪俾嘲笑，哎再去做。所以我都知過，我講 CPR，加個哎我哋嘅護理人員可上嘅高級生命救命術，我混合起來。用到啊幾個樣啊配合情況，做訓練護理人員咯，照顧人員，輕腳嘅速度救了人嘅，有乜個事情發生，嗬，救咗啦，當送醫嘅。真嘅啦，因為嗬一般人像唔係專業嘅護士，唔講係講而做得學習一道嘅照顧人嘅能力，其實而係講真嘅有人去照顧嘅時間，也會唔是強，也較欠爽，因為你就會有基本嘅。忙咗嘅身體呀、心靈嘅調試也會較夾、較好，因為你會知道講，其實唔係講壓難。唔係啊，我那係做有學啊，我呢度都方咩要教，當然就喺度學嘅，做到嚟教都發展出嚟，係啊。我講嘅一種，我講到壓多嘅。講到按度吼，就會同大家講，其實大家唔是按強吼，做得問題做得去問，又做得去搶高，唔過還係希望講大家做得清空間，還係講真係有乜解冇嘅人去照顧嘅時節，講實在話，係對幕下同自家嘅人係嘅向下係提好嘅，吼也真係係提好嘅，故說吼基本嘅吼10秒鐘，有乜解同大家講嘅冇？好，哎呀係啊，各位觀眾啦吼。良心嘅建議啦，嗬，愛出家啦，嗬，都從愛出家開始啦。愛出家以後，我哋都講，哦，原來生命係按重要嘅，按有意義嘅，跟住做個踏出去，再過去學習，不斷嘅學習，嗬，按做個進步。啊，老年嘅生活咯，做個當有尊嚴，真嘅啦。好，今日婦幼師母嘅主任，謝謝安子生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仲嚟做認同了。